水力最早嘅應用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，利用喺高位水源嘅勢能，喺流向低處嘅過程入邊，將勢能轉化為動能，然後透過水嘅動能推動水輪機嘅葉片，令到水輪機旋轉，而水輪機嘅旋轉就會帶動發電機，將動能轉化為電能。經過一系列嘅能量轉換之後，電能就會透過輸電嘅線路輸送到用戶。香港有唔少嘅設施都有運用到小型嘅水力發電系統，當中包括屯門同埋沙田嘅濾水廠。濾水廠每年產電大約300萬度，可以減少2000公噸因為原本燃燒化石燃料發電而排放嘅二氧化碳。